我领你们进府；你们骂徐骁，我帮着搭腔；你们要见徐凤年，我准备了湖边雅座。请问戏弄二字从何谈起啊？你虚隐瞒身份，就是阴险奸诈。不必口舌之争。你若是徐凤年，那么敢问你知不知道，如今北凉已成伟大步调之势，你们徐家占据3州，还把控兵权，到底是何居心？徐凤年，你若尚有一丁半点的赤诚之心，应该反躬自省。刚才那姑娘，你跟她说什么来着？不必口舌之争。那你这不是口舌之争是什么？探花啊，骂人啊，还是得骂娘？你。看来你是不会幡然醒悟了。你这个人啊，虽然是劣迹斑斑，但这个胆子确实不小。与人见面，身边也没个护卫，就不怕被人暗杀吗？敢在王府中行刺，那这人胆子也不小。为天下人，豁出性命又如何？奸贼，受死！你这不是执法，的确不是，也不是剑法。你这是枪法。我一直怀疑徐骁在我身边藏了高手，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你。你带他们进府，就是为了用他的剑试探我。身边人嘛，总得知根知底啊。万一我要是不会武呢？我那么聪明，怎么可能猜错呢？你是暗子还是死士啊？为何不问王爷？问了就没意思了。他藏在我身边的人，要自己找出来才有趣。哦，这次还得感谢二位啊。行刺是我一人的事，跟林探花无关。哦，是吗？林探花，他说行刺是他一个人的安排，跟你没关系，是真的吗？你要知道，在北凉对我行刺，重刑拷打是逃不掉的。不出多久呢，他们就能把你的皮完完整整的扒下来，挂在墙上，随风摇曳，很是灵动啊。所以你最好想清楚，再回答我的问题。确实和我没有关系，是吗？真的，世子可以细查。我是在北上的路上才认识这个房姑娘的，真正的萍水相逢。其实我也是被她欺瞒的，我完全不知她的蛇蝎之心啊。那你把剑捡起来吧。世子啊，我真的没有刺杀之心，我可以对天起誓。老黄，
居然欺瞒当朝探花，何其恶毒啊！是啊，这个女人阴险恶毒。拿着。我真的没有刺杀之心。我不是让你拿他刺我，我让你杀他。把剑拿稳，走过去，对准心脏，一剑刺穿，记得避开肋骨，挺容易的，你试试吧。人皮风干之后，挂在墙上，真的很好看。去吧。是我骗了你，我罪有应得。动手吧。师祖，我错了，我糊涂，我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徐家为国之干城，我不该胡言乱语加以辱骂，我无耻，我昏昧，我该打，我该打，我该打，该打，我该打，该打，该打，该。不敢杀人，读书人嘛，可以理解的。多谢师子体谅。哎呀，别打自己啊！骂个人嘛，又不是行刺，不要紧。多谢师子宽宏。不敢杀人，敢不敢打人？他骗了你，你要不要打他几下出出气？也可以骂几句。那骂完之后，还用打吗？随你了。你这个妖女，竟然居心叵测！林某涉世未深，竟被他欺瞒。你一路之上还多次诋毁世子，才让我心生误会。你简直是！这种时候都不会骂娘啊！我会。汝之娘亲，不识育人乎？行了，好。真是看不下去了。这男人刚才所言所行你都看见了，心里怨不怨他？是我骗了他，要打要骂，也是理所应当。不冤。女人啊，男人啊，
林桃啊，我现在相信你跟这次刺杀没有关系。把他带去吧。怎么了？你害怕你一走，林桃花又刺杀我？没事了，去吧。怎么办呢？我知你潜藏锋芒并不容易，但我还是瞧不上你。我知道。便算千山万海倾覆而来，我只孤身迎去。若无此般气魄，怎接得住北凉？谁说要接北凉了？若有一天徐骁不在，北凉大乱，想没想过取而代之？我在，北凉就不会乱。出来吧。瞧瞧，看不上你。谢谢。什么意思？刚才那气氛，你怕他出手，才故意弄点动静出来吧？不过你不用担心，他不会出手的。你胡说八道！我那是不小心。他出手才好呢，我还能补你的。听说今天晒书啊？书呢？书页损毁，这钱是不是得算你头上啊？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去哪儿？去拿钱盒。心情好点了？宁峨眉这人挺实在的，你找个理由把他给放了吧。刺杀这事儿还没完呢。再有下次啊，没准就能猜到背后是谁了。陈之豹这人哈，精彩、绝艳，就算是我，也未必能赶得上他。那你是谦虚了，他是有手段，你才是真心机。你要执掌北凉，第一个要收复的就是他，难度不小。我就是一普通纨绔，哪儿接得过这么大的棋啊？而且你不刚说吗？下一轮刺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到，我还是先活着吧。到了灵州，就该道别了。怎么？我做错什么了吗？你也知道，我灵州一行是为徐凤年而去，这天大的祸事，不该连累。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愿意在你左右。林哥哥，
你信不过我吗？不是，我只是很感动。怎么不进去？说好的，做完护卫，再进听朝廷。快点，我带你认路。好，1楼是天下入门武学3万卷，你估计看不上。3万卷。 2楼有阴阳学、纵横学4000孤本，外加49件骑兵利器。3楼是宝典秘籍2万卷，算是高深武学。4楼都是古玩奇石，你估计没兴趣。5楼、6楼你先别着急上，我得跟徐骁说一声。这么多武学秘籍，你怎么不会武功？书院里全是道德文章，教出来混蛋少吗？那不是一回事。我懒，王府世子吃不得苦。手无缚鸡之力。 军中怕是不服你。你也想劝我接受北凉？你接不接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就好。行，那你慢慢看，我走了。对了，得跟他打个招呼。魏爷爷，魏爷爷。 刀借我用一下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徐凤姐，小心火烛。别敲了，徐凤姐，你这是要造反呐！世子驾到，贫道这下有礼了。这位是魏爷爷，你将来找不着书可以问他。这位南宫仆夜，来看书的。南宫，北莽世家。徐骁知道他。哦，这边无妨。那我走了。哎，世子，一回几日不上楼看看你师傅？ 现在还不能上去，为什么？刺杀一事乃是有人布局，没解开之前，我没脸见他。师傅，你不是没习武吗？我师傅不教我习武，那教你什么？下棋。哟，这啥玩意儿？这么大呀！曾把你就在中间。这家伙哪是这么大？怎么是现在？叫姓林，对，他们家在青州掌管财政大权。人畜的看花郎，你可真是光宗耀祖啊！见过吗？多谢。 诸位，林某心里有话，不吐不快，劳烦诸位留步。说什么呀？说什么？徐骁，名为北凉王，实乃国贼，狂悖无道，千人共诛。杀头的罪啊！其人凶残暴力。 却也立过战功，倒还罢了。最令人不齿的是徐家嫡子徐凤年亮。
良世子，贪淫好色，侮辱蛇蝎，如此豺狼之心，尽侠邪僻，实为我北凉第一人祸，天下第一贼子啊！哎，正好，一块出门啊！不去。听说有人当街骂我呢。真的？骗你干嘛呀？而且说这人文采不错，骂了好几个时辰了，不带重样的。我不信，当街骂你，府衙早就抓走了。骂人的可是当朝的探花郎，府衙不敢管他。当朝探花郎跑来林州街头骂你？对呀，千载难逢，赶紧！那我得学两句。走。哎，老黄，你去干嘛？我看热闹啊！老黄就喜欢看热闹。不是骂你吗？你这么高兴干嘛？我也喜欢看热闹啊！快，这不一会儿骂完了？走。倘有守道君子，痛人事流毒，怎能袖手安坐？这说的什么？自当愤怒，一味无道。仗义而言，实践无心。林哥哥，结果。多谢。诸位，哎，这姑娘倒不错。我想问问大家，知不知道这徐凤年，这等无耻无能之辈，他为什么可以祸害林州呢？造成如今这局面，说到底，还是要回到徐骁这贼子身上。胆子够大的。国之礼，诗书典范，皆扫地大捷。文总总，谁呢？徐骁，老黄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骂的不好，怎么不好？听不懂，这骂人不骂娘啊，没劲。就是我黎阳朝心腹之患，窃国之贼呀！哎呀！出什么事了？我是人呀！你压着我了！人家手不压断了。我马车没有动过呀！你真喜欢啊！手啊！我的手也折了啊！我没有动啊！没动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我的马车没有动过。大家都看到了，我的眼睛被压瞎了。你不是压到腿了吗？这眼睛又怎么瞎了？痛瞎的。这人我认识，老许头啊，老许头，哟，坑人呐！学校的啊，走，咱们回家聊去。我这儿没烦呐。老许头，人家是当朝探花，咱惹不起。欺负人呢，大人就得吃官司受大狱，这还能抵赖？你等着，骂人那小子在哪儿呢？你住手！没有北凉军，这天下没有现在的太平。受了太平恩惠，也不想着感恩，不要脸了你们！你别碰我啊！我的眼睛被你碰瞎了啊！啊！我的眼，我的眼！咱们回家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怎么就走了？回家喝酒去。没什么意思。怎么还有这样的人？散了啊！太花了啊！快走吧！现在怎么办？抓走！这不说，快走吧，官府就来抓人喽！读书人自有心胸，既然骂都骂了，不如直面国贼。方姑娘，我们去北凉王府，当面斥骂徐凤年，
好，刀山火海，我都陪着你。哎，别跑！别跑！哎，老堵了！抓住没有？马上，堵住了！鸭子都抓不住，笨蛋！确实笨。得拿个东西。别慌了，打仗打的真瞎子。你是怎么知道我在晃手的？都扇出风来了。抓住了！炖着吃，屋里有酒。交给我，交给我。厨房在那边。啊，好嘞，稍等啊，给少爷上嘎嘎嘎。2、3年没见，我猜你就去成亲去了。我想啊，哪家丫头这么倒霉，嫁给你这个小混球？没想到还真叫你给骗着了。丫头不错，听说话就懂事儿。这句话骂得好。嗯，我不是，我没嫁。姓徐的，你说话呀！啊，没成亲呢。啊，还没成亲就过门了？那人家父母能同意？没过，没门儿。他父母都不在了。那你得好好对人家，千万别伤了姑娘的心啊。姓徐的，我俩的事先不说，说你呗。怎么就我们俩的事儿了？老许啊，这2、3年没见，人也大方了，还肯杀自家养的鸭子给我们吃。我没养鸭子。那我刚才抓那是吗？邻居家养的，过来串门。老黄，什么事儿啊？拔毛呢？没事了，你记得放盐。了解。你抓的，你赔钱。活该。哎，三姑娘，河东林家登门造访北凉世子。林家名士在此。怎么无人接名次啊？我们再等等。许是林家的名号惊到了门房，赶回去通报了。好生无礼。武夫门下，懂什么礼数？来喽，给少爷上格嘎喽！哎呀呀呀呀！哎，来，哎呀！哎，要吗？拿开！怎么了？抢什么呀？鸭腿儿。嗨，姑娘，吃。徐小子，你可别再瞎混了，学点手艺，开个铺子什么的都行，可别让人家姑娘受苦啊！啊！知道了，吃你的鸭子。
河东林家，请见世子徐凤年。你就是那个骂街的探花。若是你家世子不服，可与我当面辩驳。世子不在。喂，你开门让我们进去等啊！你是老兵呀？锦州18老字营鱼骨营出来的。你打过不少仗。哎，可不是嘛。当初诸国乱战，大小战役差不多我都撞上了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现在天下平定，说这些干什么呀？那徐小子看着不着调，心其实好。你没看错人，那是个会过日子的娃。这臭小子！要不回马车上休息一下吧？徐家没有礼数，我们要守住本分。林哥哥，你为什么如此痛恨徐凤年？如今北凉3州只知徐自己，不遵朝堂令，这便是天下的心腹之患。徐凤年这种恶贼，一旦掌权这天下，这天下又将生灵涂炭。若我会武，定要亲手杀他，为天下消除隐患。他不知道你是徐凤年。他就是老许头，我是徐小子，这样挺好。他为你们徐家出生入死，如今却这般田地，你们欠他的。是，徐家欠他的，欠他们，所以只能还他们一个太平盛世。为什么不告诉他你就是北凉世子？这个世界上能有这么多人好好活着，是因为他们这批人死了、伤了、残了、废了。所以我这个世子身份在他们面前什么都不是。我呀，就是一个混球小子。不打仗，真好啊！这不是骂你那探花吗？原来是林探花当面。刚刚闹事那老头就是他带走的。多谢兄台
方才结尾。林探花在这儿是等什么呢？与你何干？求放北凉世子。那怎么不进去啊？徐家无礼，懂什么待客之道？哦。探花名字都不记得，他们这么叫没有什么用。来啊，进来呀！啊，你看我干什么？好看，好生养。老黄，少爷，看上了我帮你说媒啊？估计这说不成。好好的骂老黄干什么？我说的是你。做什么？去找青鸟，让他到湖边等我。不去。钱都收了，去吧。不去还我。阁下可是王府中人，算是吧。看阁下也是读过书的，可知我黎阳城第一魔头是谁啊？徐骁呗。既知徐骁之罪，又何必投效？也不算是投效，主要是我爹住这儿，没办法。令尊是徐府幕僚，没那本事。府内护院，腿脚不好，护不了院。那或许是管家之流。哦，阁下竟然常在府中，可曾见过世子徐凤年？经常见。那你觉得他为人怎样？不怎么样，有点混蛋。没有想到阁下身处险地，却也敢仗义直言啊！我黎阳朝就需要你这样的年少有志之士，才算是有了希望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阁下常在府中，可否细数一下这徐凤年是如何贪言好色的？来了。怎么不见徐凤年？像这种浪荡子，一定是前呼后拥才会出现。沉住气。坐呀。人还没到，不急。你不是找徐凤年吗？你还等谁？没错，我就是在等世子徐凤年。我就是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他就是徐凤年。你是什么？北凉世子，徐凤年。探花也是调皮，心口不一啊。刚才在街上假装骂我，没想到内心对我评价如此之高。我评价什么了？哎呀，我黎阳朝就需要这样年少有志之士，这话是不是你说的？你真是徐凤年？你觉得在这王府里边，还有别人敢冒充这身份吗？那你刚刚是在戏弄我们呢？你们要进王府，
就这儿吧。干嘛？把鱼食撒下去。别那么小气。这才是最佳景色。林探花不看一眼？探花是来自河东林家吧？是。刺杀的事儿，我是信了你了，但就怕人言可畏。林家总得做点什么，让北凉放心才是。林探花。世子好大的胃口啊！哟，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千变万化，我还是我。所以你一直在演戏。若非如此，世子怎会放心？世子若不放心，又怎会有如今单独相对的机会？你要杀我？是的。一开始就是为了杀你而来。那樊姑娘呢？真的是在路上遇到，也算是天赐良机。她那一剑，才能消除你对我的戒心。你杀我又能怎样呢？你死，徐子王旗就不会有明天。就为了这？就为了这。读圣贤书，为天下人。林某愿为国杀贼。那你就不怕那位也是一个高手？赌一把。你赌赢了，那丫头是个废物。杀了我你也活不了。为国而死，何惧之有？樊姑娘也会死，你带的这一行人全都会死。成大事者，何惧牺牲？你牺牲他们，他们知道吗？去地府，我会向他们赔罪的。我知道你不会武功，但是林某从小学习剑术。徐凤年，刚才那一笑，应该是你今生最后一次笑我了。我笑，是因为我终于想明白了3次刺杀之局的目的是什么，还有，到底是谁在背后操纵这一切？你胡说些什么？杀你并无人指使。做棋子的，哪会知道棋手是谁啊？徐凤年，很遗憾，林某水性很好。你就死在水底下吧，我刚想还来不及，才不会去救你。
多谢你下来救我啊！谁救你了？我是想看看你怎么死。那我让你失望了吧？哦，那湖底下是个什么东西？我叫他湖底老龟。是人还是妖怪？谁知道你哪句话是真，哪句话是假？我徐凤年以娘亲的名义发誓，我绝没有试探江离的意思。没有最好。不过我也没想到你能跳下水救我。我都说了我没有救你，你干嘛？衣服都湿透了，不难受吗？你别脱啦。那你把里边的留着。放心，我没那么无耻。已经很无耻。你呢？你不难受？我不难受，我好着呢。你胳膊都透了。哎，再看挖你眼睛。走吧。你自己走，我一会儿回去。你衣服都湿透了，一会儿被别人瞧见多不好啊。你走前面。后背好看吗？很丑。那你还看？我没看。我跳下水，你不去帮我找护卫，你给我拿衣服。啊。怎么觉得我看不透你啊，老黄？有什么看不透的？别聊了，行吗？再多聊一句，你猜我找着什么了？啊？哎，徐凤年，少爷，哎，我没让你走。哎，不是，少爷，你怎么又下去了？你找着什么了？大鱼呀！你看，我给你找回来了。这也可以不要了。老黄，我虽然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，但是我知道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直带着它，它对你很重要。哎呀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干嘛否定过去的自己啊？没有曾经的你，哪有现在的你啊？不管怎么样，对我来说，你就是老黄。哪天这东西你要是真不想要了，你得正式告诉我一声。这木头好，把它砍了，还能烤只鸭子呢。既然天意让你把它找回来，别烤鸭了，我舍不得。那你别再扔了。哎，躺着那个交给你了。好嘞，交给我了，少爷。行了。湖底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家湖底，跟你没关系。
杀了我吧。你别想太多啊。我呢，就是过来告诉你一下，你这次刺杀的后果。后果？我失手，自会有意识前赴后继而来。探花郎啊，林家完了。刺杀你是我一人之事，和林家有什么关系？你是林家嫡子，你说有没有关系？我死了不就完了？你别想着自尽啊！你死不死，结果都一样。不就是刺杀世子，顶多就是个砍头，怎么着也不可能株连家族的。那要是加上谋逆呢？什么谋逆？你们林家和亡国逆贼暗中勾结，不是为了谋逆，还能为什么？哪来的什么亡国逆贼？你这就是想构陷林家。你一面之词，谁会信你？所以说呀，做人做事儿还是要小心一些，谨慎一些，免得做了灭门的棋子，自己还浑然不知。胡言乱语，就是想乱我分寸。信不信随你。好了，我说完了，走了。等等，樊姑娘呢？关在女囚啊，难不成跟你关一块儿啊？这事儿是我利用了她，和她一点关系没有。晚了，她已经被你牵连了。徐凤年，徐凤年，我知道你心中有大义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可能是偏激？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算了，不重要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就是为了吓我。徐凤年，徐凤年，徐凤年。你怎么还在1楼啊？看书啊。但这1楼都是入门武学，你早就用不上了。要成为天下第一，就要从根本处博览众长。那你加油，我找人去了。你魏爷爷在后面睡觉呢。我不找他，我上去见我师傅。你不是说刺杀布局未解开前，没脸见他吗？解开了。你知道是谁要刺杀你了？我知道是谁在背后谋划这一切，但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杀我。3次刺杀虽然都发生在灵州，但他想要的结果在千里之外。回头我跟你细说。不必说了，与武学无关的，我也不感兴趣。哦，走了。师傅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刺杀之局，你解开了？是。是何人谋划？
青州靖安王赵恒。说详细点。第一轮刺杀，楚国残兵集结，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靖安王背后推动。第二轮刺杀，于右威是楚国建氏之女，把亡国复仇的戏份做足。取消灭楚，我不杀你杀谁？于右威就是被赵恒养在手里，等的就是今天。林探花是第3轮刺杀，也是最重要的一轮。他要杀我，是真的相信北凉误国，但这一切也少不了靖安王赵恒的暗中推动。证据呢？不会有证据，甚至林探花自己也不会知道。他想要杀我，是受了靖安王潜移默化的影响。你胡说些什么？杀你并无人指使。林探花一出手，所有人都会认为是林家与楚国老兵联手，这性质变成了谋逆。所以，林家完了。那靖安王赵恒推动这一切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青州是防范我北凉的重镇，靖安王赵恒坐镇荆州，掌控水师，也算是掐住了北凉的咽喉。但靖安王毕竟争过皇位，京城对他不放心，所以青州财权一直是河东林家所掌控。3轮刺杀之后，林家陷入谋逆漩涡，无力回天。从此之后，林家败亡，青州大权只剩靖安王一人独掌，再也无人与其抗衡。他布置这一切，不是为了杀我，而是为了彻底控制青州。连环杀招，真正布局却在盘外。千里因果，无迹可寻。靖安王赵恒，好可怕的棋手。想劝降我，徐家老二，想让我林某屈身示贼，只能是在你的梦里。你如此的大义凛然，我都不好意思欺瞒你下去了。你想说什么？进来吧。林哥哥，樊姑娘，徐骁，此事与他无关。林哥哥，他们把你放了，是我骗了你，你打我、骂我，都是理所应当，不怨。大家都是做戏，我演的好不好？姓林的，你以为我和你真是偶遇吗？你在离开林家的时候，我已经让他在路上等着你了。为什么？这一马刺杀进入了第3轮，啊，在关键的时候，我一定要让他推你一把。那第二就是我那个儿子非要搞清楚这青鸟是什么样的身份，所以说，他这剑一定要刺出去。你说我这当爹的容易吗？啊，儿子想要什么，我必须得想方设法的让他得到，你说是不是？还有，有我作证，你们林家和楚国余年联手的事，那就算坐实了。
一点翻盘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徐家，小你个狗贼！哎，局役不完，给你个交代，也算是对你心中这份大义的敬重，啊。朱修，上主公，传信给王林泉，就说林家已经彻底完了，一定要让他一步步的毁掉林家的命脉。赵恒不是一直想灭了林家，独霸青州吗？好，我们帮他一把。可靖安王并不知道，虽然林家倒了，可帮他接管新州财权的心腹，其实是早就藏在他身边的北凉文生。这局棋下的愉快。去吧。这整件事啊，我还真要谢谢你啊。你叫林什？算了，不重要了。您是说这局棋，徐骁早有应对？不仅如此，难道还有更深一层？你要时刻记住，你要看的不仅仅是棋局，还要看棋手藏于心底的谋划。王府最深处那层地牢，你应该知道。我知道。下去看看，或许就能明白。最深一层需要徐骁的手令，我下不去。有这个就行。您到底让我下去看什么？还能看什么呀？当然是人。你认识的人。手令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世子莫非忘了？是您下的命令。来人，把这悖逆之徒给我押入大牢。可我已经把你放了呀。世子怕是记错了吧？宁峨眉这人挺实在的，你找个理由把他给放了。你认识林探花吗？谁？你不认识。林家刺杀跟你没关系。于有为刺杀是你策划的。世子想要杀我，尽管动手便是，何必栽赃嫁祸？于有为也和你没关系。难道是灵州城外？不对，楚人刺杀那次还是多亏你主动赶到。这3次刺杀都跟你没关系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还是在地牢的最后一层？你也在。
再挖深一点，啊？也好。你先下去。找爹有事儿？宁峨眉为何还关在地牢里？我不方便知道。其实早晚你也会知道，啊，不跟你说呢，只是不想让你为难。大事。你知道咱们北凉最大的敌人在哪？北莽？那算不上。京城。皇室宗亲确实对我们北凉有所忌惮，但不管怎样，那也算是个外地。